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3章。以色列人伫家己的故乡拢安顿好势。7月，人民同心一意，聚集伫耶路撒冷。约瑟达的囝耶稣仔甲伊的祭司同伴，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伊的亲族，拢起来去做以色列上主的祭坛，要照上帝重用的人摩西的律法，伫祭坛顶面献烧化祭。虽然因惊当地的居民，因犹原伫本来的所在重建祭坛，搁早暗伫迄顶面献烧化祭予上主。因嘛照律法的记载守大了罪，逐日照规定的数目献烧化祭。另外，因献经常得献的烧化祭，每月初一的祭，甲上主分别做成的做期的祭，以及逐个人甘心献予上主的祭。虽然上主的圣殿还未重建，毋过对7月初一起，因就开始献烧化祭予上主。因用银予拍石师傅甲做目师傅，搁用羊脂、酒甲油予西顿人甲泰尼人，予因将聘香茶对黎巴嫩用海运送到约帕。这个代志拢有得到波斯皇帝塞鲁士的许可。因到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第2年2月，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、约瑟达的囝耶稣仔，甲其他的祭司同伴利未人，以及所有流放倒来耶路撒冷的人，拢开始去上主的圣殿。因派20岁以上的利未人做督工。对安尼，犹大的后代就是耶稣仔甲伊遐个囝甲亲族教灭甲伊的囝，以及利未人希那达的囝甲孙甲因的亲族，拢做伙负责监督重建上帝圣殿的工程。起厝师傅下上主圣殿的地基的时，祭司穿礼服，分喇叭、亚萨的后代利未人拍钹，拢照以色列王大毕的规定，徛底称赞上主。因有的唱，有的和，学了感谢上主讲：上主至善，伊对以色列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因称赞上主的时，众人大声喝，因为上主圣殿的地基已经下好势。有真侪祭司利未人甲逐族的族长，就是遐个捌看到以前的圣殿的老人，现在亲目看到下即间殿的地基，就大声吼。阁有真侪人因为欢喜，大声喝。人民分袂清是欢呼的声，还是啼哭的声。人民大声喝的声，真远拢听袂到。